来学习的这个重点，这一段就是伊的重点哦。伊讲子传传授是无，但是规律见性。敢会无有哦？只是伫倒啊，搁稳的时阵，伊袂使讲甲非常的紧哦，因为嘛是上边受托啦，是咱合作的集团啊，哪会无？应该是有，但是伊袂使讲，但是伊伫遮来讲就是重点哦。那为什么有法度人讲着这重点？当然就是伊伫这拉引队的时阵呢，伊就开始会晓韬光养晦，过程内底所得到的一个成就。所以一个知识，规律见性，即见性咱拢知影，多见见，咱讲学法就是要创啊，就是要见性。你若讲学家，人讲迄种，什么啊，板车板，学富五车啊。迄个成语都袂晓讲，学富五车。学富啊。学富五车对，学富五车，知识非常非常的好，但是呢，无见性。还是袂当了解，所以遮因为嘛了解，人讲要做研究所的回答，嘛爱了解印宗法师伊所学的啥物，关于知己知彼，呀，学历上来，因为无法一定袂晓讲嘛，这个甲互我吵闹，互我会回去呢，对我知己知彼。那么伫遮呢，因为伊知影咱了做，咱印宗法师伊所学的就是相对的。所以伊说一针见血吼，然后一针见血哦，来做一个一棒敲醒梦中人的一个机器。伊讲这是见性，咱伊总来讲，伊总会说讲何不论相并解脱。那么当然伊伫后壁的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解说。那么伫遮来互我有找着几个层的。这公案呢，甲咱做以前社会来学习。那么伫遮呢，互我本来互我甲咱认真讲吼，啊无互法嘛，就甲伊早海西的4年教育班吼，第1篇到第10篇整个六祖坛经的介绍，起来甲咱做以前做伙学习，咱我就会记住嘛。但是呢，咱电脑所有精神电脑师，电脑师都袂使吼，袂使安尼，因为吼这读到对吼，爱接对吼，袂使因为。因无伫啊，互无人接的，来讲，迄个六祖坛经第1品到第10品的要义，因为我伫4年教育班的时阵呢，我学的是迄个一课，就是咱有做我报单篇吼，伊第1品到第10品的要义。所以伫遮互我了解讲，咱有一句话安尼讲啦吼，因为迄阵互我学习的时阵呢，我就讲了一句话，那么各位这一句话吼，咱注意啦。是有影，伊讲人生最大幸福是夜半挑灯读坛经，就是讲人生上爱幸福代志，就是讲做暗嘛，会当伫遐古早人吼，就是讲点一个电火吼，拍电火吼，伫遐谈做，就是上爱。我前面确实咯，咱如果讲咱对一部经典有兴趣，有时间你坐咧一步你毋知影变来。如果讲你今日对这部经典无兴趣，歹势坐半钟你就困去啊，你就困去啊，这嘛是事实啊。像咱咧王伟先生吼，伊爱爬山，一礼拜可能伊4天拢伫咧大洞山大洞山对不对？王伟先生，无咯，还是一礼拜5天尔，无4天。那么这叫啥？这叫兴趣，这叫兴趣。那么相对甲咱修行学着共款，咱的兴趣。若是要求着真正了解生死的这法，其实道本无道，但是因为咱求道了，但显出咱知咱有一个自性分，所以因道显性。法本无法，咱读因无经咱就知影啦。咱讲迄个咱有道讲法，其实是会放不对。那么，但是咱学法就是个啥？法本无法，依法因性。就是咱学经典了后，学生活了，通知影讲咱的心念有偌济唔对，或者声依声变，或者贪嗔痴慢疑不正见。伊知道咱了解讲，咱今日读着做大篇，其实就是咱道教会体的培养弟子上解适当的一本册。那么呢，伫遮呢，咱学到即个圆周书，伊
伊家己讲只修即无不论上定解脱，因从何不论上定解脱为法，为是之法，毋是佛法。佛法是不知之法。那么甲即段是互咱了解讲，其实六祖为祖师已经用着咱涅槃经伊个即个第一点，就是讲咱本来具足的即个德性，毋是用咱迄个上定解脱，因为上定才来得解脱，毋是。其实伫遮吼，拢过去佛学还是经典的是拢安尼想，啥物叫做解脱？我当时做各位姐妹，咱毋知有即个想法无啦吼？因为咱听经典，今开始听念佛，茫茫然，讲解脱，解脱是毋是等于咱三处开长迄个时阵叫解脱？各位姐妹敢是？敢毋是咱三处开长迄时叫解脱？咱有时啊，迄个人啊，看病一久，看病中风10几年，伊若知影往生，伊咱讲啊，这个人解脱，多谢谢，敢是安尼才是解脱？伊咱嘛是解脱，就是免受病苦的折磨。但是咱现在多真些，我曾经看过一本册，伊安尼讲啊，长伊个册伊安尼讲，伊讲吼，咱自古若修行60年，像咱这结果只有修行60年的，食素食60年，但是伊修行60年，食素食60年，到最后一口气，才来得个涅槃，圆满解脱，多真些，哇！即个人，即个投资人无爱。因为咱真正学修到命运过程，咱当下解脱，当下会当放下，这才是咱修行学到的价值。就是讲，阮今日要放下，要来爬山，我就会当去爬山，就是要甲所有代志拢放下，到我今日到山顶。今日山顶像咱东基先生无讲，即个山顶倒去做病院，倒真会较实啦。我伫还未爬山以前吼。我的三高来这里吼，真正吼，我都红字的。后来我不会有高啦，没有血压高，就是脂肪高啦，还是血糖高。自从开始爬山3个月了，我发现这三高、这2高拢变青去的。所以，但是你要去爬山，你爱有耐力，爱有法度来放下。这个放下，互阮甲解说话叫做解脱。无咱拢有足济心的甲咱去下苦。是咱互你今年、后年念相续，有志提高，就是咱拢叫即个念头，互咱足济烦恼，甲咱拔掉。那么伫遮即一段吼，印宗法师甲咱六祖明大师伊的对答，伊的对答有人安尼甲讲嘛，甲比如讲，就亲像过去吼，咱论语内底甲伊写这包叔业啦，甲咱这个传统的亲。咱包叔业甲传统做这样学的论语，咱就知影哦，伊是无第一个外国。这包叔业不管趁钱甲观众分平济，了钱的时阵嘛是搁甲伊分平济，毋是讲了互伊甲伊分的，伊拢是对观众吼特别好的所以呢，这个叫做一种的情谊，那么嘛是一种因缘际会。一种因缘机会，所以才会当成就今日咱六祖伊佛法的一个因缘那么当然，伫遮咱六祖伊讲到唯论见性，不论相定解脱，这是非常重要一个禅意的禅意。那么嘛讲出佛法伊的这重要的这宗旨伊的宗旨，因为呢，咱学佛法毋是要学到足大有时啊倒咱的佛法来摆的是关键。会心，你来成就这个法则的时阵会愈麻烦。所以呢，伫遮伊才讲唯论见性。那么当然，咱大陆普传以后对六祖道同回体、道同输入一代，咱拢唯论见性，一即见性，见性成佛。绝对无咧咱上定这个相。那么伫遮互咱了解讲，咱各位前贤。咱研究了了，咱叫生活习惯了，咱是毋是真正得到解脱？那么伫佛法的当中，当然伫佛法学习20年以来，佛法的一个体会，但是讲咱研究了了后，伫学习断坏的过程内底，咱学的真理了，依着咱的真理来甲咱蜕变，来甲咱蜕变。若无啦，伊甲像佛法这理解的，嘛佫有咧趁钱的，当然该趁钱有经济也必一定去趁钱。若像佛法真正甲放下的
钱仔解脱啦，因我着要去趁钱啊。我照常嘛是过日着4小时食3顿诶，啊无真较歹。搁前面这个真正你有法度真正解脱，哦，这叫做心念的一个解脱。那么这个互我建议，若网年看作重要，互我应该钱咧12元。伫48岁时，互我家1个月3万几块的这薪水，迄落甲放下，开始伫大量学习。哦，大量学习的过程当然，互我毋是做经济，可是互我锁定着的关系，是无法度用金钱来去来买，无法度用金钱去来买，这是互我伫这学习的过程内底锁定着的物件。所以讲，咱的解脱就是讲三寸贵才能解脱，当下你就当解脱，当下就当解脱。看咱的心念，而且咧，拢有还是讲心念是命运的主宰，是命运的主宰。那么，而且咧，互我有找着咱上中迄个论内底伊讲就用见分思是见性，性就是好。就你若学生活的过程内底，你无见性，即使你伫遐逐工伫遐敲木鱼啊伫遐上念经典，各位同学，他还是没有办法见性。你若咱拢捌听过故事啊，对无？听过典故啊？谢谢你无咱不当，我可能航班的，你敢你叫有底数哦，我一个月歹势，安怎我的我这就是烧，我拄则来讲，我免拍地，因为我水有一点早的，无早起名比起来早的，各位先生，因为水吼，真正是咱健康的一个上个重要所的物件。那么而且咧，我刚才各位先生分享啊，就是讲，以早啊，是毋是咧阿嬷透早来做早课，同意不同意？是安尼，啊1点钟啊，啊有一个孙仔讲吼，迄个阿嬷，我要爱去。我爱讨100块啊，下昼要食饭啊，还是安怎啊？上尾啊吵阿嬷会安怎？等下吼，你着讲啊，这囡仔学白吵，阿嬷咧做早课，你学白吵，结果咧，伊连迄面顶较做，因为伊完全无转伊的心啊，只是伊咧念迄个时阵是，伊遐咧静尔，迄个当下静尔，等甲伊拄着紧的时阵，伊无法度人真正专心。所以呢，而且伊讲诶，上根解脱毋是有嘅，上根解脱毋是有嘅，只是咧受世间诶即个有漏诶福报之一吼，对咱生活做伊无啥物帮助。那么而且咧，咱拢知影即心即佛，咱王佛禅师吼，伊说起来咧有写讲即心即佛，各位先生，咱互法拢安尼想诶，错一句吼，伫我打初摆诶时阵，我感觉即句话足深诶。各位先生，咱知影即句的意思的人，请来分享。组长，曾组长，你是化学一班下去最优秀的，大家都很优秀，很优秀，不是那最优秀的，是我高兴哦。开始分享，即心即佛，你觉得呢？这句话的你的感受，你的感受安怎？菩提住现本是千见啊，咱如果那个我们的心哦，本是跟佛心是心跟佛是心即是佛，佛就是对，心即是佛。我昨天哦，那是迄个天哦非常好，即个学里面就是要天哦。所以才讲自性平等，或者自性本自富足，无毋对。即心即佛，咱今日是要做佛，还是做众生？各位先生，一切在我们的心念当下的一个转变，对不对？如果咱当下无法度一念悟，咱若悟，有好多人真正无咱的本心哦。这台湾字吼，咱中国字一代，中国字最有意思的，对无？就是咱这悟就是一个修，啊个一个化，吼。因为咱讲悟是咱的本心，毋是咱的小修，是咱的本心，本自负着清净的本体的时阵，那么咱就是佛。啊，若咱无法度人悟，咱是白。白伫即个酒色财气的即个心理路上的时阵呢，
咱就是众生。因此，在咱其实咱同一身体，可是在咱心念一个关键。因此，才人讲，其实即心一分，伊才讲不二之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那么，而且呢，佛法看着咱这《金刚经》内底是毋是无住生心？无住，各位先生，咱地文师常常咧讲，无住，一无所住，无住，但是要安怎？佫爱生心。一无所住，自心其心，无住佫要生心。各位先生，咱今日倒啦，心酸得清。咱有住无？会啦，嘛佛法啊对，因为佛法是名哩，对不对？佛法无二辈，爱上专迄个点的。佛法吼真正吼，讲本来是足好做的，阿辈就够大。今日迄个有一个先生甲我讲，你安尼嘛，你看你一日甲我考暗暗嘛。佛法吼，因为咱迄个杨采风，互伊改做一名，我伊袂改伊即摆是啥物名嘛？那是杨美娇来改杨采风，即摆来改杨佩珍吼。佛法知影引导啦，但是吼，伊拢无认真安排一个时间吼来引导，来甲伊带来开智慧。那么佛法今日的即一届吼，对追踪到成功，各位前前追踪到今日才真正成功，但是呢，拜咱加一班来点导。我讲不要紧，我来邀请电传师，或者用赖请示讲电传师。以人活动咱来邀请电传师吼，是讲咱讲电传师。哎，我电视嗰啲是咱助理，我助理都无伫个，我要安怎？我袂晓，袂使互我自作短诶，我就爱请示，爱穿带会通吼，穿带个点落，助理无通，来互我就点电传师啊吼，直接就跳到电传师端，电传师对有问等到数据，哦，电传师讲啊，超神诶，我拄拿热车入来到办公室，入来咱即间迄个客厅咧吼，拄网络你就随卡入来，讲电传师。天助我也，所以我请示电传师讲，拜托安尼为着伊多迄两个仔囝，要点一下。那么各位前辈，无住吗？应该有住呢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而这无住的过程，互我感是讲咱无住功德少。但是，互我甲咱迄个杨佩珍讲，度人是咱的使命，度人是咱的责任。哦，你一定爱用办法，礼拜袂使，咱一定爱甲改来拜啦。我甲讲，下昼拄仔食唔要紧，咱爱上清醒吼，拢免爆炸，我来爆百几罐茶。所以佛法来治疗紧，各位亲像佛法吼，咱大家问点，佛法最近就足清着，因为吼爱骹啊正起来，爱落去平咯吼，头壳迄落楼梯落一个啊，迄落功夫啦你。啊，即摆伫这伊个内底，佫袂使无出去含豆腐呢。照常，逐工要做，咱老公无爱去抢啊，因为你都拢做，迄发炎处理袂好，吼。所以我建议，有经班修教请咱吴老师吼去慈悲一下，啊，而且因为你去有经班点外钟爱徛，啊，互伊嘛毋爱徛，啊，因转来佫发炎就佫红，迄个骹头佫红，迄个医生就会讲。无爱来去涂药啊，这奇怪话。各位前贤，不住生心，你有所住以心其心呢？以心三心，度人救人心专，普度兄弟姊妹的这个生活。那么伊伫遮就讲，不住生心，拢是咧互咱了解讲，其实咱只要有所住，就毋是不止烦恼吼。就是不止烦恼，所以遮互咱了解讲，咱无自生心，就是讲咱对一切经验所见的，拢是了清净心就是啊。那么清净心就是无着这功德上，还是讲着讲，啊我今日度偌济啊，啊我今日迄个心中偌济事情，拢无执着这个物件，所以咱淡薄伫当西来。伫来到咱东土吼，淡薄做做咱东土的时阵，叫做西来一途转变心意中功夫。那么咱今日一贯道所传的实法，三宝实法，就是一致见是见是成佛。咱
许平说一切都他，各位姐姐，咱马上知影讲咱本来是佛。哦，因为佛住伫啥物所在，咱了解，透过咱研究经典，虽知影讲经典每一部经典伊拢是会通的，那么会通要甲咱牵涉的经义，拢是会讲迄个所在。那么伊后来了解讲，咱本来有一尊。伊得光足足的自性佛的时阵，那么伫咱的行为内底，咱所做所为内底，咱要达互到佛的正义正见，这就是咱今日学经典一切意义。那么当然，伊讲到上定，上定，咱拢知影，内灵理想，内心不乱，内心不乱为之定，啊，外灵理想为之想。各位前面咱拢知哦，去想，互学的曾经听咱一个辩论师安尼讲的，互学者了解讲，哦，原来去想伊的意思就是，这是表示是嘛，吼，咱来找伊的部首呢，这就是事部，就是这个部首。啊，若拄好是安尼呢，这是依部，吼，这是咱咧下面背，这是依部，啊，这事部，啊是单。教浅显的，互阮曾经问我，杨对教浅显伊态度，哦，伊就咱我给咱私下来一个浅显，伊即马态度，那么伊态度呢，因为也平等的，啊，互我一点态度，打电话来咱爱上，哦，就是来咱帮助，啊，互阮我去遐住一个月，啊，我接到电话时阵呢，我要甲咱浅显请问哦，浅显请问，你住伫家己住伫遐，你敢会孤单啊？各位浅显，伊敢要甲互我回答，你要知影。我绝对袂孤单。各位浅显，他绝不孤单啊！他为什么会孤单？因为他心中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，伊只是相互之意。所以孤单跟相互无共哦。各位浅显，是不是一个体会？它是不一样的。其实咱后摆会孤单一个人，家己袂更较好的太太。更较好的囝儿孙，拢绝对袂甲，但是咱绝对爱唯我独行，不必相守。但是呢，咱会相互袂下，所以因此咱今日当爱来分堂做伙共学，因为咱学道应该道伴。哦，等到你真正做小国，啊，你无道伴的时阵哦，你要学道是足艰苦。因此咱大家该爱来分堂，开班。共学、共修、共办、共行有道。那么这个上定，各位浅显，咱真正打出拢先家己闭门造车啦，吼，来讲闭门造车，这台车敢会下时代，对无？你问阮曾经副组长，看伊咧开个店啊公司吼，因换咧是专门的嘛吼，敢是做组长，爱到咧研究啥物咧啊？对时代对，到咧研究，咱也是要研究。伊无可能讲，我今日用即种面就好啊，啊，我着规头到尾用即种面，伊已经绝对用淘汰，吼。所以呢，伊是上定，毋是讲伊条条坐伫遐，等下咱学到坐商品的时阵呢，咱就做面做事甲人讲，甲非常详细，咱即句是臭屁的，哦。重点是咱的心量，咱真正伫学经典的过程，我都用转世成智的，哦。所以人家讲，因为要得到上定，无见性，啊要得到上定，这是哦，毋是真正的不净法，这是唯是净法，毋是佛法。因为上定带来的解法，伊是一种净法，伊毋是真正的佛法。因为佛法是不知之法，不知就是因，不知就是因。只要你一念悟，即佛，而且伊的真正伊的意思呢，就是咧甲咱解说呢即个意思，哦。所以呢，而且伊佫有讲着解脱，哦。那么而且解脱就是互咱解除迷惑作业的系统，哦，毋是咱即个肉体的解脱，是咱心念的解脱，解除咱的迷惑。咱解除咱的迷惑了后，咱无迷伫即个酒色财气的即心里头的时阵，咱就袂去作业。所以解除迷惑，甲无作业的即个系统，这叫做解脱。亲像咱学校拄则甲咱分享，哦，我48岁我爱上班，哦，啊
这都甲我拔掉的，敢毋是？无甲我拔，当然有无共款的即个功课，无共款的一个功课。那么而且呢，是讲咱无一直要受这个果了后呢，甲咱拔掉了后，即个掉了，咱就法度脱离三界六道的这个苦恼。因此，咱这个老师甲咱讲，道不用修，但无力量。你若莫去力量，就毋免修。我若无食薰，我就免解薰；我若袂晓看脚，我就免解脚；我若袂晓啉酒，我就免解酒。哦，同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伫咱有迄上师的这顿悟一道要无论内底，伊讲伊的地主来，我感觉一段做意思，搁先互我读过，甲搁先分享吼。伊的主题来问哦，伊讲。你看上师啊，温和做佛法。讲啥物叫做佛法？要如何去学佛法？哦，那么在你看上师讲，不用下救行心，但无力量自信。咱只我分享师尊甲咱讲，哦，就是咱伫后壁嘛学着的一段话，讲无论有意量，哦，来不断必思想，对境心不起。菩提自觉，已经道理咧，即个咱讲断变。那么咱就做明做出现咧，比如讲啥？菩提无依量，敢是？慧念无依量，对境不断必思想，对境心所依，菩提则无中。这无中哦，就相依啊，就相依。所以其实咱拢我当体会了，然后我当去真正了解吼。那么即个讲如温和做佛法，讲毋免下种心术，但是你莫意念。因此呢，当伫咱经文内底嘛，咱讲心不甲种修，其实咱看是三，但是伊是一，吼，伊是无分别，吼。重点是咱的心念嘛。伊讲从如是解者，必解脱后，虽然本自无法，就不用求解。你若无法度，你才互我讲，我袂晓画脚，我就免解脚；我袂晓啉酒，我就免解酒，吼。啊，我啥物啊？我袂晓食薰，我就免解薰。同样的意思，互我一个，给你一个孙吼，我带一个儿子，伊食薰啊，互我即摆偷看着我，当做伊袂食薰，好，互我伫遐家己，人讲话讲上紧，上偌久你拢知？伊讲，是我爸爸有食薰呢，大哥你看拢无量，我爸爸。爸爸已经无可救药，病入膏肓，无可救药。因为伊食到60岁，你叫伊解吼，无遐简单。伊就爱医生来讲，你著使食薰才解。但是你少年家，你若21岁尔，你食薰后摆，你会足侪歹处解。哦，我甲伊讲了，真正诶，咱伊有解诶吼。阮曾祖辈真正甲伊分解，我甲伊讲，我甲伊按赞。所以而且互咱了解讲，这份太详细讲讲。你若无放，本自无放，不用求解。所以讲这一段就咱规划上师呢所开示的。那么嘛，甲咱着做明做所讲，本来无一不合成也平爱，共款的一个意义吼，共款的一个意义。那么咱了解讲，其实自心就是佛，吼，啊自心就是咱的自性，吼，本来清净无力量，所以毋才一定爱讲，不论见性，不论上定解脱。毋是因为咱上定甲来即个解脱，吼，就是有一个灵修甲灵静的即个解脱，这安尼一定得一致，吼，毋是就是自法，毋是佛法，佛法是普及自法。互咱民众用做事，安尼解水了，咱上宗法师呢，印宗法师伊个问，吼，这真正吼。打破砂锅问到底吼，各位先生，咱学佛法嘛是当安尼。把咱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讲如何佛法是普及之法。那么可以做出来，伊就讲，伊就真正吼，讲观之道教，因为咱印宗法师都会讲涅槃经，吼，伊讲法师讲涅槃经变佛性，要真正咱变佛性，就是你爱了解讲佛性佛法是普及之法。这个是一针见血的甲讲嘛，你咧。知影讲佛法是普及之法，那么你一定要了解，变佛性是佛法普及之法。各位先生，其实咱看这段吼，你若无家己总会讲，你会
做不完呢。或许真的这一段或者准备了2篇，因为咱以早学过较深，已经咱讲话3日啊无溜，咱溜白出去，那我看到做嘛是我甲阮过境里面讲，我操，我讲已经该死了。所以后续用2天的时间，昨天跟今天一直坐在书桌上，而且来细节慢念讲，这一段咱着做为做书，甲咱印做法师因这个本，因这个应答的过程内底，伊是会讲啥物宗旨，是会讲啥物宗旨，所以后壁咧伊就要甲伊讲，了环境内底，伊一个功能。各位先生，这一段就是伊咧讲了环境内底，就是我拄则有咱分享，即个伊讲的迄第3点。头仔伊讲的话是不止之外，就互咱了解讲，只要咱的自修本若显现，咱的自性做主，咱就有法度来真正达到求证，因为咱知影咱有重要如来的德性。不止之外，就是咧讲咱迄个因，迄个因就是咱的佛性。那么刚才落来伊要讲嘛，伊是问，伊就问啊，啥物是不止之外？来，伊就要来做一个解说，而且伊就去为德王菩萨教咱佛道讲一段话，一段话，为虾米讲？咱的佛性是上主的自性是佛，即性即佛，伊家做一个解说。伊讲，亲像咱对德王菩萨。问咱的佛道讲即一段话，讲凡事中义，凡事中义，凡事中义，作五逆罪，行1000回顶，当断善因佛性。各位姐姐，咱后壁有注解，咱有一本课本来咱看一个注解。凡事中义就是啥物罪？杀得淫妄，杀业。淫乱、偷盗，搁念大语，这叫四条罪。是4项之中最重的罪咧。各位姐姐，伫咱后日思考以前，咱讲话如何切如何，今日咱要甲阮老公分享的因为在佛法毋来去回应我讲，因后摆煮饭啊，我在你的客家直接对满头来买饭，我来讲妈还是等来一顿佛法家己煮的较紧啊。迄个因为有一个人伫咧内叫啊，所以呢，就真正咱来做。爱个讲像爱食菜的时阵你要讲自由啊，去到地拢出去当买着，真正唔食。那么咱即摆食素食是比较无方便，客家尾啊，逐来无人个地啊。我甲讲但是咱即摆做清净，咱无乱杀，因为我拄学校教我就来讲，你四条罪呢，杀得淫妄，那么这就是四条。那么作恶业罪。各位姐姐，咱注意甲看讲5业5业罪，杀父、杀表、杀阿罗汉、破好合精、出不心结。那么伫遮呢，咱时常咧听讲，破好合精是啥物杀父、杀表，其实各位姐姐，杀父、杀表是讲咱真正抬着咱的老爸甲咱的老母。我看着咱邓颖老师迄本的解说，伊讲杀父，各位姐姐。咱是啥物生？天生，咱是地养的。老爸就亲像天，老母就亲像地。那么咱今日老爸老母就亲像天地。当然，这是咱生这肉体的这父母，但是有生咱灵性的老母哩，对不对？那么咱今日讲到遮，咱若如果伤害咱的自性本，会业将就是。杀表，毋是讲你真正掠倒，甲咱老爸替老爸老母做少，但是即摆社会有，这就真正，讲只要有到5业的各位姐妹伫遮经典，伊过去阿明期2000几年以前，较有可能人咧杀父杀表，无可能，你是即摆社会教育。那么迄阵先佛的意思，佛道迄个时阵，2560年以前。伊咧讲就是讲咱是算着咱的自性分，那算着作业，算着咱的自性分，所以咱的自性袂歹，咱拢就是咧杀父杀表。那么伫遮伊讲破杀阿罗汉，就是你破
迫害人修行啊，伊早单团独修会当成就阿罗汉。那么上基本的就是想成就阿罗汉，你就脱离生死轮回啊。那么你来破和合集，就是一个修行的团体内底咱做破坏、破坏，迄个拨弄是非破坏团体。而且咱常常咧讲，若要道场去，就爱需要互相而且称赞。若要道场，若要去，就是若要去来称赞称。若要道场旺呢？便是互相的诽谤，因此咱即阵咱了解道场有啥物质呢？讲有人就是非，对不对？有人观念无共款，来自不同的家庭、不同的教育，就会无共款。所以互学伫遮，敢咱各位先生分享啊，然后讲经典要生活化，对不对？互学今日看到一个来上传互学的一个影片嘛是影片啊，就是大话，啥人看的？我问。我姐堂妹，互我打电话，因为她有写父母的教育关系孩子的未来。我来给个理解，就是一个护士用伊一个公司内底主管，全部拢是主管20个做一篇演讲，一场演讲伊就甲伊问伊就问这20个主管讲你细汉的教育上较有印象是啥物代志？细汉的教育，就是你读国小6年，伊大时间的教育，那么伊就每一个主管拢有讲着伊的父母如何，甲伊安怎教，互我看法也啥物就是讲有足侪你今日会当成就主管，就是你第一爱有你的态度，爱非常而且正确，因为态度决定你的成败。而且你的力量，你的抗压，你有法度伫这职场内底有法度圆融无？会破坏咱遮讲的好学生这也就是讲，伊有法度人抗压，而且甲人分工合作，这拢是来自于细汉父母的教育，父母的教育。所以，互咱了解，讲咱今日努力做破好环境。这也就是咱即阵现在咱修行的一个团体内底爱去注意的。那么当然，做出新的，这就是呢，使上了分领导出先写这种的做，1000题多简写这1000题互咱安尼想啊，就是咱过去买卖的互学，就是不信不信一个搁讲读这经典是啥物容易？多简写，我们。其实今仔袂研究了，讲读言语字不足，咱学了咱才知影不足的，无然伊早互我讲，我拢捌人要听道理啊，阮阿爸要叫我听道理，我爸毋免啊，我拢捌道理啊，结果咧学了后才知影讲，原来咱拢毋捌，学然后知不足，咱学了才知影不足，但是咱伫不足的过程内底，咱要如何找到咱的立足点，这是咱的关键。就是讲，你不足的所在是伫对一个所在，你要更加用功伫即个方面。甲咱读册共款，你数学班，像我昨囝伊早迄大汉数学课班，我讲你就是你补数学课啦，出门有免补，因为你不足就是即个科目，你不足，妈妈共阮1个月开6000，互你去补习。各位先生，你敢知影理科大学啥物课上悬？就是数学。数学上悬伫因文科内底正大伊咧读文科的。数学赢，你就赢出侪分。所以阵当科会了解。所以遮咱学道理嘛是共款。伫咱不足的所在，你对经典真正看经典，就爱困的，各位先生，千万有经典班了，点咱师来讲有做到，你来找我今仔讲经无经，我拢毋敢心甘。因为咱不足，咱一定要加足马力。那么伫遮学1000题，伊讲即个人我数中伊。总共越多人甲1000题，当断谐音不成功。各位先生，咱伫遮呢，我看到咱净空法师伊解说，伊讲，当然这是肯定的，绝对会断不成，因为就亲像乌云搭太阳共款，伊会使咱就生活的乌云一大堆。咱即摆学道理。世尊甲咱师尊后代甲咱讲6字命，改脾气去毛病。那么咱今日的规律就是咱脾气毛病一大堆，对无？
但是各位浅显，只要伊若会当忏悔、心忏，哦，啊，会当将功补罪，各位浅显，伊会当搁迄个跳脱的，会当回到仁德。即使伊堕了三恶道，伊嘛会当回到仁德。所以叫上乐五净的这开始，哦，那么而且嘛，只有咱即阵咧讲的，一注成道，九遍真做真超心的这个讲法。只要伊忏悔，但是伊后壁，咱着做人做事，伊来做解说，伊着依着咱灵验经的一段话来做解说。伊讲善根有义，哦，咱的善根有两种，有对态，哦，但是一种善，一种无善。那么各位即个互我下到遮，互我安尼想，有善有善，贵有善，就是咱的16字心法，哦，道心为义。人生为为，对不对？咱的人生足危险的，咱有人生，有血心，有道心。那么咱只要做道心天天，咱该做的就是菩萨的愿意，不会愿意。咱若真心天天，啊，就半善半恶，就是有善有上甲有无上，对不对？有善因甲有不善因对他。那么咱若道心天天，顺善有恶，伊是。独一无二的，因得长足足的，所以伊伫遮伊就做解释啦。伊讲，有倒甲咱讲善根有义，一个上，一个无上，非上非上，非无上，毋是上嘛，是无上，所以不断。各位先生，而且咱爱家做一个融会贯通哦，伊毋是上，毋是上珠嘛，毋是无上珠。各位先生，咱就是有变化。人讲一个生命一拍，偌济千里，十万八千里，有十恶八善，所以才不断名为不治，不治。咱做咧就对待，只要咱若有认真、道心、血心三种心哦，掺杂在一起，就毋是治。哦，那么佫有一食先知，食不贤，非贤非贤非不贤，是名不治。那么而且咱是创意领用，问治。无界，就是上五蕴色受想行识，逐工咱拢会受着色受想行识这个干扰，产生了十法界，就是咱的六根的感六根，生了六识，生就了十法界，自来轮回不已。但是呢，伫圣经甲咱讲哦，观自在菩萨行深法界波罗蜜多时，咱若法度真正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法度度一切苦厄。就是咱着法度度过即个十法界，但是咱一般的凡夫看是两项，哦，看是两项，可是伊实际一个有智慧的人呢，一个开悟者呢，伊是了达，伊了了分明，而且咱五代伊是会气性空，哦，伊是无智，伊是达到哦超过绝对的中道绝对体。超过相对啦，吼，超过相对中道的绝对，啊，伊是达到第一义体，所以无智之性即是不是。那么而且咱着做人做事，伊着叶宽用即段话，互咱印宗法师做一个解答，啥物叫做佛法是不治之法，哦，所以呢，咱各位先生咱爱了解哦，如何是佛法不治之法？为祖师以灵验经，哦，即一段来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说。那么其实，以咱凡夫的见解，各位先生，咱看伫遮的时阵，咱可能会做得模糊，啊，非常不详，非善非不善，灰去啊，哦，灰去。但是伊白净哦，互咱白，咱会白的，但是要安怎白？互咱因白净哦。照上明理，这是佛老经典咧度众生业尽。因为咱伊拢知影，咱后摆袂歹诶，迄个人讲养分培众生哦，是足歹度诶。啊，足歹度老这经典要创啊？佛老经典绝对是度众生，毋是老经典讲哦过去着做偌好拄偌好，不是，就是要度化咱众生诶心。那么你将来